首先擰開水喉，整濕手掌同埋手腕，然後雙手離開水源，擠適量嘅洗手梘液喺手心，用雙手捽到起泡，最少用10秒嘅時間捽勻手掌、手指罅、手指，尤其是指甲邊緣同埋手指公、手背、掌心同埋手腕。捽完梘液之後，用清水徹底將雙手洗乾淨，然後用抹手指由手指抹到去手腕，徹底抹乾雙手。雙手洗乾淨之後，就唔好再直接去摸個水龍頭，可以用抹手紙包住水龍頭閂水喉。如果係冇水洗手或者唔方便洗手嘅時候，就可以用含有70% 酒精成分嘅消毒劑清潔雙手，又或者用含有70% 酒精嘅消毒濕紙巾，根據之前所講嘅原則清潔雙手。不過如果雙手太污糟、濕咗或者有明顯污跡，就要先用濕紙巾抹手，抹乾之後再用消毒劑或者消毒濕紙巾清潔。